王後，大王若怪罪下来，奴婢全担了就是。奴婢告诉大王，王后对此并不知情。你们都不用担心，过了今夜，若没事，便没事了。王后怎会知道？他若真想动手，不会把这件衣服留在这儿，这是出售我的证据。你们去把这件衣服烧了，一丝灰也不要留。是。公子当的气色比我之前看到的大见好了。天见有脸，大儿总算是死里逃生。好好养伤，痊愈了，王叔教你学習兵法啊。大儿知道了。王后日夜照料公子当，也要多保重才是。多谢处离子牵挂。老臣告退了。继儿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娘亲给我留的功課，她要我看看我們的以往和來日。什麼以往和來日？婆婆，你看，這兒是秦國，這兒是楚國。你的意思是，秦國和楚國是咱們的以往？對。那來日呢？來日在這兒。這是哪兒？這兒是巴蜀。巴蜀。月兒，繼兒說咱們的來日是巴蜀，這是何意？姑姑，喝藥。巴蜀占據天險，易守難攻，而且西接秦國，水土豐美，盛產糧食和絲帛。我想請大王將來把巴蜀分封給繼兒，又因繼兒年紀尚幼，便可以讓我隨同一起去巴蜀。加之巴蜀與楚國水路相通，若繼兒分封在巴蜀，我們就有機會派人去楚國，讓榮弟也去巴蜀，一家人得以團聚。月兒，你是想帶着繼兒離開秦宮？我想了多日，這是我們求得安穩的唯一出路。繼兒，你願意跟着你娘親出宮嗎？我聽娘親的。若有一日讓繼兒自己選呢？我還是聽娘親的。拜見大王。坐。是。不知大王宣臣进殿，有何事商議？你看看，王后上書於寡人，說是諸公子年歲不一，且生母出身地位榮寵不一，皆是寡人之子嗣。恐有以其年長，以其母族，以其榮寵，而後得封地。年少微賤者無人直言，因此想借來年元日大吉，為諸公子分封藩地。這是好事啊！王后此書
乃賢德之舉。不管起因是什麼，總歸是件好事。若是王后能稍補公子當好武厭文之不足，母子相輔相成，大王也可放心了。你是秦国大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这10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，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。臣遵旨。王后如今的心思真是越来越縝密了。此刻不提立储，却上书分封，她就是想让大王把年长的和有军功的公子也都分封出咸阳，这样就没有人跟他的兒子爭太子之位了。夫人要快想辦法。华兒在秦國的舊族當中甚得人心，舊族們若能同心協力舉薦，大王也不得不忌諱幾分。那就趕快聯絡那些舊族們。恐怕已經有些晚了。那我們只好坐以待斃了。誰說的？王兄來信說，儀兒已啟程多日，我估計就快到咸陽了。魏儀，夫人的親侄女。無論是在魏國，還是在秦國，她都是無出其右的絕世佳人。八子，张相，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？听大王講，張子要來承明殿，明月特意在此等候張子。還真是特意等候啊！何事相告啊？前幾日聽大王偶爾講起，說有一個叫李冰的大夫，經過對蜀地的考察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說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帶去興修水利。不知道張子以為如何？若真能在都江之上興修水利堰渠，自然會大力提升糧食的產量。功在當下，利在千秋。只是大秦久戰貧瘠，中樞財力不足，就眼下而言，暫時行不通。那朝中還有誰贊成這一主張？司馬錯將軍對巴蜀之事一向興趣濃厚，說若是治理好了巴蜀，大秦就有了信心爭霸天下。他自請鎮守巴蜀，還要帶上李冰等人。那大王有沒有說過，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？過上一陣子，等巴蜀的人心穩定了，大王自然會分藩親屬。羋月怎麼會對巴蜀之事